各位觀眾大家好，照作榮論法，教授你好啊。你好啊，柯老師，各位網友們，大家好。嗱，我都講過我要同大家講一講國際調解院喺香港終於成立啦，喺灣仔警署嗰個舊址啦，重新再裝修，而且黃莉咧就會5月30號嚟到香港主持典禮，我覺得咧呢個非常重要嘅。咁教授咧喺當年咧，我記得2年幾之前、3年前啊，同教授做節目已經不斷喺度提緊呢一個香港嘅國際調解院啦。咁教授咧就話：喂，而家今次呢個係遲嚟的春天喎，遲來的春天都應該去愛，千祈唔好似譚詠麟唱嗰首歌《遲來的春天不應去愛》啊！我哋一定要愛佢。點解咧？因為國際調解院咧可以令到香港嘅聲譽咧更加強大啊！咁我今日咧當然要請教下教授咧，究竟國際調解院有啲咩睇法啦？對於香港嚟講，同埋對於自己個人嚟講，咁啊節目開始嘅時候，請大家訂閱香港識識識同埋大衛上嘅頻道，感謝大家嘅支持啊！好，教授請教下你先，國際調解院。嗱，如果大家對我同阿柯老師講關於國際調解院個睇法咧，係唔係好清晰嘅時候咧，就不妨去睇翻我哋差唔多3年前啊，就第一條片就係講國際調解院嘅。希望大家去跟住個脈絡去睇翻咧，我哋應該做咗3個，可能4個嘅視頻㗎啦，已經做到我都唔記得咗。嗱，最重點咧，就話當初國際調解院出嚟嘅時候嘅文字咧，就係唔係太多，亦都係因為咁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當初我同阿柯老師做嘅時候，我就將嗰個目標係放響商業糾紛入邊嘅相關嘅非對簿公庭嘅嗰個法庭啊，即係話唔需要對簿公堂，但係咧就係響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調解相關嘅商業紛爭。但係其實當初提出嚟國際調解院嘅唯一或者係重點嘅嗰個調解嘅咧，係將國與國之間一啲紛爭係放喺呢個國際調解院嘅。但係我當時嘅睇法，直到現在為止係好開心睇到咧，國家係將國際呢個調解院將佢分開2個部分，一個就係國與國之間嘅糾紛，一個咧就係國與國之間嘅商業活動而引致嘅糾紛。所以原先我同阿柯老師集中去講商業糾紛嗰度咧，係繼續咧係將嗰個範疇擴闊得更加大。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係覺得因為當初我要提呢個方向嘅時候咧，我係睇到香港相關嘅法律持份者根本唔重視呢個國際調解院。嗱，我嘅理據係嚟自以下幾個觀察。第一個就係國際調解院公布咗之後，香港3間大學冇一間係會開始下意識地調節一下相關嘅法律課程入邊嘅必修科目。咁第二就係香港有唔同類別、唔同名目嘅所謂非訴訟嘅調解方式嘅中心，包括咗香港嘅國際調解中心啊等等。嗱，呢一大堆嘅東西，響過去嗰2、3年以來啊，從來都唔會將自己嗰個角色去點樣應對國際調解院互相去配合嘅。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失誤嚟㗎。我個人覺得係一個失誤嘅原因咧，就係話香港呢個由祖國擺落嚟嘅最大嘅使命，就係作為一個國際調解院，而令到所有嘅簽約國有糾紛嘅時候咧，就係通過香港國際調解院去做呢一件事情，而達到相關嘅目的。但係亦都好可惜，個別嘅媒體咧就穿鑿附會，就認為咧今次中國威啦，
用呢個香港國際調解院嚟取代聯合國嗰個所謂國際刑事法庭啦，呢樣嗰樣啊等等。嗱，呢個亦都係一個錯誤，一個謬誤嚟㗎，一個穿鑿附會嚟嘅，係唔係咁樣走法嘅？咁但係當然咧，過去嗰2年至3年之間咧，國際調解院係希望有更加多嘅國家參與落嚟，作為國際調解院嘅簽署國。但係大家睇到呢60幾個國家咧，基本上面嚟講就係所謂始創嘅成員國，我哋睇唔到有其他嘅發達國家去參與。嗱，呢個重點係相關嘅大洋彼岸嗰啲國家一直係針對緊中國要做嘅事情，所以對佢哋嚟講，國際調解院係眼中釘、肉中刺，亦都因為佢哋嗰種做嘢嘅方式，影響到香港嗰啲法律持份者，佢需要響唔同嘅國家去揾食，所以亦都因為佢哋需要揾食嘅原因咧，就唔敢去推動國際調解院作為一個更加有力、更加有力嘅意思就係更加有號召力，將唔同國家相關發生咗嘅一啲大型嘅商業糾紛放喺香港，我作為一個處理。嗱，舉一個好顯著嘅例子，就係呢一段時間巴拿馬運河嘅事件，以至有人要去出賣港口俾美國嘅一啲團體，而引致嘅邊個違約，邊個冇跟足法規去做嘢，呢一大堆嘢都係所謂大型嘅夾雜住法律同埋政治之間嘅一啲糾紛嚟㗎。呢個正正係國際調解院應該扮演嘅角色。嗱，冇做到㗎。第三個咧，我係會覺得嘅理由同埋我睇到嘅事實咧，就係香港灣仔差館，即係警署，作為一個國際調解院嘅基地咧，我自己覺得，如果我係香港嘅持份者，即係有份去參與去揾地點嘅時候咧，柯老師，你估我認為邊個地方係最適合啊？嗱，最高法院唔係以前嘅港督府啊。哦，以前嘅港督府啊，哦，OK，行政長官嘅官邸係嘛？而家啱嘛？係，大家諗下，用嗰個愛嚟做係一石三隻雀仔啊！第一就係前港督府係一個英國人僭越咗我哋管理我哋自己祖國管理自己國家嘅地方150幾年，係咪一個象徵？第二就係話嗰種當年英國人嘅君臨天下嘅嗰個圖騰啊，即係而家港督府嘅外形啊，將佢轉為一個國際上有影響力，係解決紛爭、解決商業、解決政治國與國之間嘅糾紛嘅一個地方，係咪會好過灣仔警署縮咗埋去嗰個軒尼詩道出咗嚟海旁嗰條路入邊咧？即係嗰個氣場啊，都完全不一樣，係咪？所以係完全唔同嘅。咁啊，行政長官要住邊度好簡單嘅啫嘛，山頂咁多地方，係咪？所以個問題就係，我睇唔到香港要推動呢一個國際調解院係積極地去配合中央做嘢，我係睇唔到嘅。嗱，大家記得咁，我哋第一個視頻講國際調解院嘅時候咧，柯老師我曾經同你都交流過，就話係時候響當年嘅年尾，大約6個月左右度咧，就要搞國際調解院嘅研討會，就係召集晒全球相關嘅一帶一路嗰啲成員國家嘅精英們，特別係做呢個專業服務啊等等咧，係搞研討會，點樣將呢個國際調解院做得更加好，
更加盡善盡美嘅。嗱，當然啦，頭先都講過啦，高等院校到今天為止，起碼我認知嗰啲咧，嗰啲咁嘅資料啊等等咧，唔見有人做過呢一類嘅東西。而嗰個國際嘅研討會亦都冇發生過，咁啊香港相關嘅法律持份者更加唔會。咁另外一個可能嘅原因咧，就係話香港本身嘅持份者就以為國際調解院係國家嘅層面嘅事情，係國家想俾一個好嘅禮物香港之餘咧，係做一啲國與國之間嘅調解嘅工作，同香港咧有少少唔拉更。嗱，呢個係絕對錯誤啦，我睇到嘅。所以今天為止，我哋睇到5月30日，中國嘅外交部部長、國務委員，以至到中央嘅外事辦等等咧，都係三位一體嘅中國嘅國家領導人之一啦，就係我哋嘅王毅先生就會嚟到香港主持今次國際呢個國際調解院嘅啟動儀式啊、開幕啊等等。咁亦都期待有更加多嘅國家嚟到香港，派佢嘅代表啊，以至到專業服務嘅嚟香港參與呢一個盛事。但係我哋對呢個盛事本身2年多以嚟，我睇唔到香港有啲咩積極嘅回應啊！我停一停，俾下時間你，歐老師。其實咧，今次國際調解院嗰度係2022年提出嘅，咁我哋就同20個立場相近嘅國家咧，就提出咗建立國際調解院嘅倡議，而且咧已經完成咗相關公約嘅一個談判，參與國都一致同意將國際調解院嘅總部咧設喺香港嘅，而且而家已經有咧接近60個國家咧嚟自亞洲、歐洲、非洲同埋拉丁美洲嘅國家咧派出代表咧，準備出席參與呢一個簽約儀式嘅。咁有關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都係以4個字去講嘅啫，就係以和為貴。咁頭先教授提議咧，係用之前嘅前港督府去作為佢嘅會址，我覺得係好適合㗎，真係好適合，即係個形象好好多啊，起碼好過喺街邊啦，係咪先？喺路邊嗰度咧，我覺得唔係咁適合嘅啊。咁始終咧係一個即係比較好似係香港嘅山頂咁樣樣，半山腰嘅地方，去作為國際調解院咧，可以對當年咧英國嘅非法嘅殖民管治之下咧，我哋作出一個相應嘅回應，可以話狠狠刮咗西方國家一巴。咁今次咧國際調解院嘅成立咧，我係好高期望嘅。但係到而家呢一刻為止咧，我都唔知道咧佢係用邊種語言作為呢個國際調解院嘅一個最主要嘅語言啦，用中文啦、英文啦嘅其他國家嘅語言咧，定係用聯合國嘅語言去作為國際調解院嘅嗰個説明咧？咁啊，調解院裡面嘅職能同埋職責又係點咧？咁啊，頭先教授都提過，香港嘅幾間法律學院其實都冇喺呢方面咧，就作出一啲新嘅一啲科目必修科嘅一啲進修。其實呢個係需要嘅，因為調解係非常重要嘅。咁我哋咧當然唔係所謂嘅 ICC 啦，係嘛？即係國際刑事法庭嗰啲嘢，簡直係得啖笑，我自己覺得。咁亦都咧成為西方嘅一啲敗類。咁做好多嘢咧，就係其實破壞緊世界和平，就唔係咧去解決大家嘅紛爭嘅。咁呢一個所謂嘅 ICC 咧，我覺得咧就好大問題嘅。咁啊，佢自2002年成立以嚟咧，就長期偏袒西方嘅利益，咁咧就成日俾人哋去長期批評啦。尤其是咧，我哋睇到咧就對已經退出嘅菲律賓進行一個長臂嘅管轄，咁啊拉杜特爾特嗰件事咧，就引起軒然大波嘅。咁其實咧，俄羅斯喺早前好耐之前已經講起，喺金磚國家裏面咧，就應該建立一個國際嘅司法機構，咁啊協調一啲爭端嘅問題，補充甚至係取代 ICC， 進一步維護國際法嘅公平同埋正義。咁國際調解院咧唔係一個法院，如果係法院就直接講法院。調解係咩意思啊？就係大家傾掂數啊，咁啊最好嘅。無論你有商業糾紛又好，國與國之間嘅糾紛都好，我哋大家咧用傾談、互相了解、體諒嘅方式，用一個中國人或者世界接受嘅方式去大家平等對待，呢個係非常重要㗎嚇。咁如果特區政府覺得呢個形象工程咧佢搞錯咗，應該好認真咁樣喺各方面咧就進行一個組合拳嘅方式，譬如喺大學啊、民間啊各方面要進行大量嘅宣傳，令到大家知道喂呢件事好重要。
對香港市民咧係一個學習嘅機會嚟嘅。因為我覺得教授當初提咗呢個國際調解院咧，係對香港特區政府咧進行一個教導啊，同佢哋講應該點樣做，點樣去處理呢一件事。而且而家王毅部長嚟到香港主持呢一個會議，呢個成立嘅儀式，我覺得咧對大家嚟講咧都係非常重要嘅。我甚至咧有一個諗法，我可唔可以5月30號嗰度有機會可以撞到王毅部長啦嚇？呢個我好想見下佢嘅。咁其實成件事咧，我就覺得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唔單止應該大書特書，同埋咧特區政府應該呢件事上高咧就出更加多嘅力，同埋咧向公眾咧説明呢一個國際調解院所擔任嘅角色係咩，點樣幫國家忙，去令到咧我哋喺國際上高咧有一個更加重要嘅話語權。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教授唔知點睇咧？嗱，咁樣講先啦，我覺得係有必要重複翻，我覺得過去2年幾以嚟，應該有3至4個視頻係講呢一方面嘅事情。嗱，最重要咧，國際調解院本身係將香港一直以嚟單一嘅法律服務，係講緊嗰個普通法或者叫做習慣法，而係咧將香港嘅司法專業服務咧係撐闊佢撐大佢，因為國際調解院本身係為中國當下已經同世界各國有幾個非常之重要嘅國際組織相關嘅協定咧，係作為一個牽頭者。舉例，一帶一路倡議130幾個國家啦，開始可能超過呢個數添。第二個就係金磚嗰創始國加埋而家更加多嘅成員國參與。咁另外一個就係上合組織嗱，各大嘅組織加上埋呢個 RCEP、RCEP 就係區域全面嗰個經濟伙伴嘅關係協定，即係同東南亞加埋呢個加拿大嗰邊啊、澳洲啊等等咧，去成立呢個 RCEP 嘅組織本身，亦有足夠嘅成員，以至同非洲、南美洲等等，所有呢一啲國家亦都有佢哋唔同嘅司法制度，即係話除咗呢個普通法之外，有海洋法啦，有呢個大陸法啦，亦都有社會主義法制啦，以至到相關嘅中東國家嘅伊斯蘭教入邊嘅法規啊等等。所以響整體地嚟講，唔同嘅法制嘅融合，係將香港嘅司法服務以至法律專業服務咧，擴大咗佢嘅職能，亦都擴大咗就業崗位嘅數字。亦都因為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就會覺得香港幾間法學院係應該將佢哋嘅課程咧係加闊佢、加大佢，即係換句話講係將比較法律呢個範疇咧係更加擴闊佢嘅。咁而我哋睇到香港隔離嘅澳門大學當下亦都係為咗一帶一路倡議未來嘅發展，響澳門大學亦都提供嘅相關嘅語言啊，以至到法律嘅服務等等。咁而今次國際調解院咧，亦都為國內以至到歐美國家，包括埋呢個南美、非洲等等國家，佢哋嘅司法制度嗰種唔同嘅方式，點樣響香港趁住國際調解院嘅成立咧，喺香港設立佢嘅辦事處啦，又喺香港咧，就將香港嘅法律服務咧係提高得，即係話將個範圍擴闊佢。而未來喺香港嘅重點嘅法律服務嘅機構，唔單止係嚟自五眼聯盟或者係加埋歐洲嘅國家嗰啲咁嘅律師事務所，而反而咧就會增加咗嚟自南美啦、嚟自非洲啦、嚟自中東國家入邊嗰啲法律專業，以至到相關嘅會計審計嘅公司同埋專業服務機構等等。所以大家會睇到咧，
係將香港未來嘅發展係通過國際調解院嘅成立，係拉動咗整個香港專業服務，以至香港作為一個中國內地對外進出一個樞紐，發揮更加重要嘅職能。更加唔好講未來香港喺嗰個十四五規劃入邊，作為一個黃金交易嘅中心，亦都係數字人民幣進出嘅一個樞紐。所以呢種一體化、一環扣一環嘅服務咧，正正亦都係國際調解院應該扮演嘅其中一個角色。俾緊時間有老師。呢個絕對需要啦，因為我哋睇到咧，國際調解院其實真係可以令到香港嘅法律界咧就更加多生意可以做嘅，亦都帶旺咗成個市場。我覺得咧呢個對香港係非常重要㗎嚇。我哋都曾經喺節目裡面講咧，我覺得咧香港會成為另外一個日內瓦嘅嗰種感覺。我就希望咧呢件事咧係可以得以完成，因為對香港嘅整體發展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而且咧法律方面咧，我覺得咧可以培養更加多嘅人才，尤其是咧，同內地嘅法律專才咧就一齊研究，甚至係海外專才好似教授咁樣。咁啊，最好咧就喺國際調解院裏面咧有一定嘅職能可以幫到手，令到特區政府可以得以發展。因為香港咧絕對唔可以固步自封，覺得自己已經好完善、好完美啦。其實應該咧廣納百川，令到好多嘅法律界嘅學者同埋從業人士喺呢一方面咧得到更加多嘅裨益，亦都好歡迎咧世界各地嘅法律界嘅朋友嚟到香港去從事相關嘅工作。咁我相信，如果特區政府努力去做，同埋唔好咁守舊固執咧，我覺得咧呢個機會係好大嘅。咁亦都可以令到香港整體嘅經濟咧有新一步嘅發展。咁呢方面我唔知道教授有咩睇法咧？嗱，我會覺得你嗰個方向係對嘅，因為其實香港扮演嘅角色喺好多方面咧，係中國內地其他嘅省市，包括上海啊，包括深圳咧嘅前海啊等等咧，係唔可以取代嘅，因為香港有佢嗰個歷史嘅沉澱以嚟嗰個發展同埋嗰種習慣推動出去。換句話講咧，調解院嘅成立，以至到更加多嘅唔同國外嘅一啲司法機構嚟到香港，譬如話中東地區啊、中亞地區啊、南美啊等等咧，佢哋嚟到香港唔係等於趕走咗已經喺香港落地生根超過100年以上嘅律師樓都有嘅，佢哋仍會喺度，但係佢哋喺度咧係利用佢哋嗰個歷史嘅淵源，喺香港佢哋仍係站穩自己嘅腳步。但係另外咧，就係、是、可以歡迎更加多嘅唔同嘅法律體制嘅國家嘅專業人才嚟到香港，亦都順水推舟地咧，係將香港點樣同中國內地以至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司法制度嘅國家，以至到專業人士互相去磨合、互相溝通、互相去搭配同埋合作，先至能夠將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調解院，無論係國家與國家之間，無論係大企業之間嘅商業糾紛，以至到中國嘅相關嘅基建出海，去到唔同國家，而有個別嘅國家，例如菲律賓，突然間又要反面，突然間做啲小動作，而個別一啲基建項目咧，就今次又唔用中國啦，用其他國家啦，用完其他國家之後，發覺又唔掂啦，又揾翻中國啊，呢一類咁樣嘅集合咗政治同埋商業，以至到相關嘅嗰個點樣去將中國嘅基礎建設，譬如話係高鐵嘅技術點樣技術轉讓啊，中間引起嘅糾紛等等咧，一概納入去國際調解院入邊嘅機制，加埋香港現時有不同名目嘅商業調解機制咧，係如果冇記錯係超過10幾個嘅。嗱，呢啲將會我會覺得係
應該合理地去納入去國際調解院下邊嘅附屬組織，而將國際調解院咧，從一個國與國之間解決紛爭，到國與國之間解決紛爭下邊有一啲相關嘅中國企業響當地投資碼頭啊、海港啊、鐵路啊，有可能引起嘅紛爭，都係用呢一啲半政治、半商業，以至到咧就係軟實力嘅推廣等等咧，都係中國當年決定將國際調解院放喺香港嘅原因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因素，加埋香港響港區國安法實行之後，進入一國兩制2.0之後，受到西方一啲有對香港發展有偏頗意見嗰啲國家嘅污蔑，而必須走出自己一個新天新地嘅時候咧，香港係需要一個更加令到國際認識到香港嘅重要性嘅一個機制。嗱，呢個機制就係國際調解院。嗱，嗰陣時間有好老師，呢個好重要㗎，因為咧，我哋如果可以配合中央嘅一個諗法去做嘢咧，香港真係前途無可限量嘅。而且咧，今次國際調解院同埋黃金買賣嗰度咧，我覺得咧對中國同埋我哋香港特區咧係好大嘅幫助㗎。尤其是咧喺呢一個全世界咧喺度去美國化嘅情況之下，我哋更加要站起來支持國家嘅整體發展。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教授仲有冇補充啊？暫時好啦。我相信響30號王毅部長嚟咗剪彩之後咧，更加多嘅關於國際調解嘅信息咧，就係響未來1-2個月就可以再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多謝大家，如果多謝我老師。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多位。